我若冤枉死，天必降災殃。第一願，我死之日，天必降雪，6月飛霜。第二願，我血不濺地，濺在白練之上。第三願，楚州3年大旱，寸草不生，以正我冤。我係 Captain Maya， 我係 Captain Violet， 歡迎登上20號。航海日誌2025 Handprint of the Carbon County Jail。 Ahoy Ahoy Hello Captain Maya， Hello Captain Violet。 你聽完 intro 係咪以為自己上錯船呢？以為自己去咗監獄坐緊監，但我冇犯法喎，冤枉啊！咦，你都識啲嘢喎，睇嚟你都對 intro 有印象，定還是你純粹聽嗰啲內容覺得同監獄有關呢？我哋上次預告嘛。但係你本身有冇印象對於 intro 我講嘅嘢，定係好似第一次聽咁？冇啊，第一次聽。你有講過咩？其實你應該係會有印象嘅。點解啊？點解呢？其實呢，佢係我中學時候其中一個要讀嘅文學篇章咯。係咩？我相信你都有讀過。唔記得咯。佢就係出自《竇娥冤》。哇！竇娥冤嘅全名呢，就係《感天動地竇娥冤》啊。佢係元朝關漢卿嘅雜劇代表作，取材自東海孝婦嘅民間傳說嘅。最經典同埋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呢，就係竇娥喺臨行刑之前所講嘅3個願望，喺死之後呢都逐一應驗咗喎。就係頭先 intro 講嗰段，大概意思就係咁嘅。如果我真係冤枉而死，老天一定會降下災難嚟證明我嘅清白。第一個願望，我死嗰一日6月都會落雪，飛霜滿天。第二個願望，我嘅鮮血唔會落喺地上面，而係飛濺喺白色嘅布上面。第三個願望，楚州要連續3年大旱，寸草不生，令到世人都知道我死得有幾冤枉。哦，我真係完全冇印象。吓，你冇印象？俾翻晒老師都好正常嘅，我都係揾翻先記得翻嗰啲文字。你讀翻出嚟我都唔記得。好啦，咁點解今集要咁文縐縐喺度講文學呢？係因為今集要講嘅主角其實同竇娥有啲似嘅，即係都係含冤受屈而死啊。佢並冇令到天降異象，但都有一個好戲劇性嘅故事發展喎。甚至仲成為咗流傳到今時今日嘅都市傳說。佢就係出現喺美國 Carbon County Jail 嘅手印啊。出現呢隻神秘手印嘅地方就係賓夕法尼亞州 Jim Thorpe 鎮嘅 Carbon County 舊監獄17號囚室嘅牆上面。根據傳說，係1877年，故事主人翁 Alexander Campbell， 以下都係叫佢 Alexander 啦。佢被控謀殺而被判絞刑處死，即係吊頸死。但佢就堅稱自己係無辜嘅。作為清白嘅證據，佢就將隻手撳喺地上面，揩咗啲泥，再放喺牢房嘅牆身嗰度打咗嗰隻手印。佢宣稱呢隻手印會一直存在，作為佢清白同埋被不公正處決嘅象徵。喺佢死嘅當日打後，隻手印的確一直都存在喺牢房嗰埲牆上面。咁究竟 Alexander 係咩人嚟嘅呢？好地地又點解會被判死刑呢？其實佢係愛爾蘭人嚟嘅，1833年出世，係一位酒館嘅老闆。佢喺1877年被指控作為 Molly Maguires 嘅成員之一，並且同另外3個被定罪嘅 Molly Maguires 嘅成員一齊被控謀殺2名嘅礦場技工。咩嚟㗎？嗰個咩 Multi 嗰個咩 Maguire 係黑社會嚟㗎？係啦，就咁聽係咪都會覺得應該係啲社團啊，一啲唔係好正當嘅組織呢？咁其實呢，
佢係一個19世紀活躍喺愛爾蘭同埋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嘅秘密組織嚟嘅，成員多數都係愛爾蘭裔嘅煤礦工人。佢哋原本喺愛爾蘭係農民抗爭嘅團體，反對地主壓迫。後嚟移民咗美國之後呢，就繼續為工人權益發聲。尤其喺19世紀中葉呢，就更加活躍啦。因為愛爾蘭喺1845年至到1852年發生咗一場非常嚴重嘅大饑荒，又叫做愛爾蘭馬鈴薯饑荒，導致到有大概100萬人餓死，超過100萬人被迫移民。咁啱美國當時工業發展緊，需要大量嘅勞工，造就咗好多愛爾蘭人遷移咗去美國。但人離鄉賤，佢哋多數都係一啲低下階層。有部分愛爾蘭嘅移民喺賓夕法尼亞州嘅煤礦區嗰度做礦工，經常受到礦場老闆剝削，生活非常之困苦。所以 Molly Maguires 呢就好似係照住嗰啲愛爾蘭礦工咁嘅一個勞工組織。不過話明 Molly Maguires 係一個秘密組織，當然就冇咁簡單啦。佢哋嘅行動呢並唔和平，有時會涉及暴力。喺1870年代，煤礦區發生咗好多針對礦場管理層嘅襲擊、縱火甚至謀殺案。無可否認 Molly Maguires 係呢啲礦場管理層嘅眼中釘。煤礦公司為咗隨之而後快，就請咗一間偵探社嘅臥底滲透組織。佢收集咗大量嘅證據，最終導致到20幾名愛爾蘭裔嘅男子被控謀殺，其中呢就包括咗頭先提及嘅 Alexander 啦。睇 Wiki 話 Alexander 雖然承認咗自己係幫兇，因為佢在場目擊咗謀殺案，但法院仍然裁定咗佢犯咗1級謀殺罪。但我唔知呢樣係咪真啊。總之 Alexander 呢就宣稱自己係無辜嘅。不過呢啲審訊呢都的確係具有爭議性嘅喎。後嚟有唔少歷史學家都質疑當時審訊呢，佢係咪真係公平公正嘅呢？認為呢啲審訊呢應該都係受到煤礦公司操控嘅。原因包括所謂嗰啲證據呢都係嚟自於嗰啲臥底嘅證人，並冇其他有力嘅證供。而且陪審團多數都係非愛爾蘭裔，好容易有 bias。再加上煤礦公司同地方政府、媒體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所以審訊嘅過程都被質疑係受到操控。最終1877至到1878年期間就有20名愛爾蘭人被判絞刑而處死。可能因為有太大嘅冤屈啦，怨念太深。自從 Alexander 留低咗掌印，講咗臨終嘅遺言，同埋被吊頸死之後呢，果然無論用咩方法都整唔甩隻手印。大家可以聽下以下呢兩件離奇嘅事件。喺1930年，警長 Sheriff Robert L. Bowman 決定 end 咗呢一個牆上之手嘅呢一個都市傳說。有一晚，佢帶咗一啲道路工人嘅團體入去監獄，將有奇怪手印嘅嗰埲牆直頭成幅牆剝爛晒，再重新起過幅牆，再抿過啲英泥。咁我希望佢唔係主力牆啦。警長呢就諗住一了百了啦，唉，終於夜晚都有覺好瞓。點知第二朝早返去囚室嘅時候，竟然發現嗰陣新嘅英泥上面又慢慢浮現返一隻好模糊嘅手印輪廓。去到黃昏嘅時候，竟然成隻手印好清晰咁樣重現喺佢眼前，正正就係同之前手印同一個位置。去到1960年，有一個獄長 Charles Nest 照當時慣例搬入去監獄嗰度住。阿 Charles 就可能好得閒啦，又想驗證下呢隻手印嘅傳說，所以佢油咗啲綠色嘅乳膠漆，諗住冚晒成隻手印啦，好似平時油牆咁樣。不過好似30年前咁，手印都係會重新浮現翻出嚟，仲變得越嚟越清晰添。即係咁多年嚟，無論用咩方法，點樣洗埲牆啦、油佢，甚至成埲牆拆咗佢重新再起過，
唔知點解嗰隻手印都好離奇咁樣重新浮現翻出嚟喎，真係好奇怪。咁如果將成幅牆都油晒同嗰隻手印一樣嘅顏色呢？即係印晒成幅牆都係掌印泥嘅顏色咯，將佢油晒成個泥嘅顏色，咁佢咪顯唔到出嚟咯？保護色係啊，係喎，又係一個好方法喎。係咯，咁佢唔會轉顏色噶嘛？唔知點解佢要油綠色？應該要試下。究竟隻掌印會唔會轉顏色啊？應該唔會啦，我覺得可以試下咯呢個方法。係喎，明明都係泥嘅顏色啫，油落埲牆度應該都 OK 啊，工業風。係咯係咯係咯，係咯，輕微啊！呢個方法幾好，可以去投稿一下。係啊。咁話說當時負責守門嘅一個獄卒叫做我唔讀啦嘅一個獄卒呢，佢親眼見證住呢隻手印重新出現翻喎。咁佢都好中意向好多好好奇嘅訪客展示呢隻手型嘅輪廓。聽開我哋都知道，根據過往睇都市傳說嘅嗰啲習慣，一啲好離奇嘅嘢去到某個位，往往都會有人跳出嚟嘗試從科學嘅角度去解釋呢啲不解之謎噶嘛。又係嗰啲咩神秘咩懷疑研究學會嗰啲係嘛？係啦，咁而呢個 moment 呢，就係出現喺1975年嘅10月嘅，有一份叫做 The National Enquirer 嘅美國八卦小報，即係一個報刊咁樣嘅出版啦，報章雜誌咁樣嘅類型啦。佢呢就針對咗呢一個奇異嘅現象進行咗科學調查，話係八卦嘅報刊，但佢除咗報導名人八卦醜聞啊，同埋啲獨家爆料之外呢，其實偶爾都會報一啲超自然嘅嘢，一啲神秘故事同埋都市傳說嘅。佢哋就委託咗嚟自賓夕法尼亞州威爾克斯巴里 Wilkes College 嘅地質學家 Dr. Jeffrey T. Klein 檢查咗呢一隻手印。咁Doctor 呢就由手印同埋佢周圍嘅牆上面呢，都敲咗啲樣本落嚟進行比對啦。而呢啲樣本呢，都經過一個叫做氣相色譜儀嘅儀器，即係一種用嚟檢測有機物質化學成分嘅裝置分析啊。喺分析之後，你會唔會想估下分析咗啲咩出嚟啊？有啲咩人體組織嗰啲啊？泥土，佢都係嗰度嘅泥土，定係唔會係嚟自地獄嘅泥土啩？應該唔會去咁科學嗰部儀器。應該唔會分析到嗰啲泥土係嚟自地獄。咁唔知啊，因為佢係 check 一啲有機物嘅一個裝置啦。喺分析之後呢，結果顯示並冇任何油脂嘅痕跡嘅。測試入面呢，只係發現牆上嘅油漆啫。佢話如果呢個手印唔係由油脂所留低嘅，咁佢持續存在喺埲牆上面嘅現象就唔可以用邏輯去解釋啦，即係科學都解構唔到呢一個現象，即係集體眼花，可能又要請翻懷疑嗰個委員會出嚟去驗一驗。但係好奇怪喎，即係如果大家都睇到，但係又淨係驗到油漆，係咯，或者好奇怪，除非畫上去嘅啫。可能有人想呢個傳說繼續流傳落去，跟住所以就油翻隻手印個形狀上去，定期用隻手抿啲泥去補一補佢。但係佢話冇有機物啊嘛，即係唔係用手印上去噶嘛，即係都係油嘅啫，即係油翻嗰啲顏料牆嗰啲顏料咯。或者可能戴住隻手套抿。係咯係咯係咯。咁前獄長 Charles Neath 聽完之後呢，都好驚嘆咁話：你唔信，我唔信，但佢就喺度咁樣。好激昂啊！呢個獄長係多謝晒 Charles 獄長嘅意見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呢，原本嘅呢一座監獄 Carbon County Jail 已經變成咗 Old Jail Museum 舊監獄博物館。呢個手印呢，都順理成章咁樣成為咗博物館嘅一大賣點啦，吸引咗唔少遊客特登去參觀嘅。佢仲有個 tour 係提供俾大家嘅喎。
個 tour 大概有30分鐘，會有影片介紹、探索監倉同埋地牢，等大家可以感受下囚犯嘅生活，仲可以用絞刑架打卡添，扮到好似被處決咁。最重要嘅行程當然就去17號囚室睇翻阿 Alexander 留低嘅神秘手印啦。當我睇佢官方網站，即係呢個舊監獄博物館嘅官方網站嘅時候呢，有兩樣好新奇嘅發現。第一樣呢，就係佢寫住9月13號係 close 嘅，你知唔知佢咩原因 close？ 因為黑色星期五。哇，咁好神秘喎！其實係9月13號係博物館日，係獄長生日。吓？唔係我講笑。我唱。佢嗰個 close 嘅原因係因為 family wedding。吓？即係每年嘅9月13都係？我諗唔係，可能有人 book 咗嗰一日去有一個 wedding。但我聯想唔到點解會有人會 book 一個監獄博物館嚟搞呢一個 family wedding， 係咪因為有呢個神秘嘅風？我以為佢意思話係即係獄長，唔係獄長，即係博物館館長要去參加 family wedding， 所以唔開咯。應該唔使要館長個館都開到㗎嘛？都係嘅，即係我 get 到嘅意思係東主有喜嗰啲 friend，東主有喜，館長有喜，係啊。我唔知外國會唔會好流行去呢啲咁 creepy 嘅地方搞 wedding， 但係覺得幾有趣。都有嘅，即係實有嘅呢啲中意啲另類啲嘅婚禮嗰啲咯。係，可能等啲 guest 嚟到可以同個手掌印可以打卡，係啊，好有型。咁另外有一個對於我嚟講啦，好新奇嘅發現，就係原來喺參觀博物館方面呢，美國軍人嘅福利係幾好嘅喎。好似呢個博物館咁啦，現役嘅軍人係免費入場嘅，以一張成人門票咁樣換算翻港幣，其實都差唔多要成嚿水。但美國現役嘅軍人呢，就唔使錢，退役嘅軍人呢，都只係需要俾$1入場嘅啫。哦，福利好好喎。係喎，咁喺呢一個美國嘅 Blue Star Museums Program 底下呢，喺每年嘅 Armed Forces Day 至到 Labor Day， 即係應該係武裝部隊日至到勞工日咁樣啦，喺佢哋嘅國家。我諗 Labor Day 係5月1號咯，5·1勞動節咯，我諗。唔係喎，唔係咩？佢係大概喺5月17至到9月1號期間。哦，係咩？哦。係啊，係啊。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現役軍人包括 National Guard 同埋 Reserves， 即係國民警衛隊同埋後備嘅部隊，同埋佢哋嘅直系家屬呢，都可以免費參觀成個美國入面超過2000間嘅博物館嘅喎，包括自然中心啦、兒童博物館、歷史館啊、藝術館等等，真係長知識。哦，好正喎！係啊。唔知會唔會有人為咗免費參觀博物館而入伍呢？或者嫁俾一個軍人？係啊，係喎，呢個係最快捷嘅方法。係啊，咁啊唔使自己入伍，係啊，又可以有免費。不過唔知啲軍人5月至9月攞唔攞到假呢？會唔會唔俾攞？如果唔係就蝕咗咯。但係佢退役之後都可以噶嘛，有福利噶嘛。係。如果佢入緊伍嗰陣時，咁冇得話攞就攞嘅啲假嘛。唔係喎，但係做軍人好似都係可以攞假嘅喎。係咩？係啊，睇下批唔批咯。不過佢呢個 program 我揾係現役軍人免費咯。咁但係退役我估應該都有福利嘅，可能好似頭先咁係俾少啲錢咁咯。係咯，$1都好平啫。係啊，所以個福利都唔錯啊嚇。大家可以考慮下揾個軍人結婚。係啊，女嘅水手可以考慮下。係啊，男都得嘅，應該有同性婚姻嘅嘛，美國。哦，係咯，同性婚姻好，大家加油。係啦，咁如果各位水手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去觀摩下呢一座有155年歷史嘅建築物，即係講緊嗰個 jail 係都好有歷史啊。
咁同埋都可以去下17號嘅囚室去朝聖下呢個手印啦。但留意翻佢呢，淨係可以親身去嘅啫，冇得網上或者電話預約嘅。咁睇下大家有冇緣啦。好，咁今集短短地就係咁多啦。哦，我想問呢，我唔知你知唔知，即係唔知佢有冇寫啦啲資料。即係嗰個所謂嘅冤獄嘅人留低個掌印之後，跟住仲有冇其他囚犯住嗰個同一個囚室㗎？冇寫得咁 details 喎。哦，咁啊嚇到瀨尿咯。但係好似話都有啲靈異事件咯，即係喺嗰個監獄入面，即係唔係一定係嗰個囚室。好似冇講話一定係17號囚室咯。哦，咁應該都未必關嗰個掌印事啦。咁本身都即係應該唔係淨係得一單冤獄咁嘅啲監獄，所以有靈異事件都唔出奇。係啊，因為好似都有講話，可能都係有啲神秘掌印啊，或者可能又有見到啲人突然間出現咗喺眼前定行過之類咁樣。我都係睇完就算，即係都係一啲靈異嘅故事咯，啲獄友講翻出嚟。係啊，不過我相信監獄本身有都唔出奇。係啊，即係佢有冇講明話喺17號囚室發生？可能佢哋啲 spirit 都好 free。即係點啊？即係可以周圍行係咪？周圍行穿牆咯，睇電視係咁嘅。哇！真係好神奇喎呢個。係啊，我暫時都未諗到一個可以好科學係咪啊？係咯，可以去解釋到呢一個現象喎。佢剝爛埋埲牆噶咯喎，已經係啊，好極致啊，已經係咯。我只係可以話佢哋集體眼花，又或者真係有真係咁靈異咯。但係真係唔止一個人做呢樣嘢，即係同時間都係一班人一齊做啦。而目擊翻隻掌印出嚟都唔止得一個人。係咯，就係咯。即係譬如嗰個警長啊，同埋講緊嗰啲獄卒啊，嗰啲都有見到。所以就係唔係眼花，係集體眼花咯。係咪有嗰啲迷魂煙喺嗰個囚室嗰度？可能佢印嗰隻手印嘅時候，我知啦。係。我知啦，係佢印嗰隻手印嘅時候呢，個地下有啲即係個泥入面，可能有啲唔知咩蘑菇之類嘅嗰啲氣體，嗰啲類似咁樣嘅有機物質。蘑菇，但佢又驗唔到喎，唔係喎，即係有啲蘑菇唔係會有啲氣體，跟住會有啲令人有啲幻覺嗰啲噶嘛。我知啦，因為個監獄好潮濕嘅，跟住所以生菇，跟住呢，佢印咗手印之後呢，就攞啲菇喺度捽落個手印度，跟住啲人經過行過見到個手印嘅時候呢，就聞到嗰啲氣體，跟住呢，就會產生幻覺，覺得嗰度有個掌印。呢個會唔會太曲折離奇啊？會啊，冇啊，如果我解釋唔到，算。定還是純粹惡作劇呢？即係為咗要將呢一個懶係好神秘嘅故事延續落去，就不斷有人補翻嗰啲食。係咯，係咯，呢個呢個 make sense 啲嘅，make sense 過個蘑菇少少咯。因為的確真係吸引咗好多遊客過去嘛。即係堅密嘢咯。係啊，其實真係唔使用好多成本嘅喎，就咁一隻掌印。係喎。咁就出咗名啦。即係可能宣傳，其實係啊，出名到而家連聽緊嘅水手都知道有呢樣嘢啦。我本身都唔知，而家都知。係啊，跟住可能下次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去旅行嘅時候，又會我都會想睇下掌印喎，咁樣。係咯，去嗰個咩監獄博物館咁啊。跟住擺低成嚿水去。係喎。係啊，跟住佢仲要懶神秘咁樣呢。我睇翻有啲人拍片係成個 tour 喺度拍片，但我唔明點解佢會俾佢拍啦。即係點啊？佢喺個博物館嗰度拍片啊？佢入去博物館，跟住又影好多相啦，同埋會有拍埋片，就係可能嗰啲 tour guide 喺度介紹，佢都仲喺度拍緊片㗎嘛。係唔俾拍嘅咩？唔係啊，但係咁如果拍完咪唔使去睇咯。係喎，係喎，點解會俾佢拍嘅咁？喺 YouTube 有嗰條片，大家可以揾嚟睇。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即係親身自己去又可能唔同嘅一個感覺。係啊，同埋我見佢
喺17號囚室外面嗰埲牆，佢係有張告示寫明唔可以拍片影相。哦，但係都有人拍入去。冇，去到嗰度就冇拍咯，因為係真係嚴禁嘅。哦，係啦，咁所以大家可能都仲會好想去睇，因為始終你睇片係冇可能睇到埋個掌印咯。雖然其實網上都有相，我唔知係點樣出嚟㗎啦，定還是係假嘅。總之係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下啦，感受下啦。好啊，好啊，如果下次有機會去開個頭，就可以去下咯。咁 Captain Maya 下集又關於啲咩嘅呢？會唔會又係一啲歷險嘅故事呢？定還是我哋又食嘢呢？唔係食嘢，但係都幾歷險嘅，喺個 lift 度歷險咯。哇，好驚喎！講 lift 係大家日常生活中嘅會遇到嘅嘢。你成日都講啲驚啊，跟住又講 lift 啊，呢啲都係咁生活化嘅嘢。係啊，同埋佢同 Bloody Mary 都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又有異曲同工之妙。係，我有你成日講嗰啲都真係好令人聽完之後發麻咯，毛管戙嘅感覺咯。俾你做定心理準備。但係避免唔到搭 lift 喺香港。係啊，行樓梯咯。有啲難度啊吓！我要出去跑個步先。唔係喎，有一隻船度喎，我要跳落去游下水先，練下體力先。我要。好彩我哋個船冇 lift 嘅啫。係啊，唔緊要啦，你喺下一集之前盡量壯下個膽先啦。練下三項鐵人先，游上岸，跟住再踩單車，再跑步。係，跟住就會攰到唔識驚。係啊，咁我哋而家喺美國離開啦，下集遠唔遠㗎？哦，遠嘅喎，都喺亞洲區。咁有充足嘅時間俾各位水手去練體力啦。壯下個膽先。係啦，強健下個心肺功能先，強心啊，強心臟。好喺準備訓練之前 follow 咗我哋 IG 未呢？未 follow 嘅話，記得去我哋 Legendship 20 follow 翻我哋，同埋有咩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同我哋傾偈。同埋我哋 YouTube 都會放啲精華片段，雖然我仲未剪得切。係咯，上一集係啊，係咯，我會盡量盡快嘅啦，係咯，就係咁啦，都可以 follow 翻我哋 subscribe follow 唔係 subscribe like 同埋留言啦。係啊，大家可以去啲 post 嗰度練下手指力咯，即係 click 兩下咁樣呢，每個 post click 兩下練下手指嘅力先。即係唔係 like 同埋 unlike 喎，係 like 同埋 subscribe 喎。大家要搞清楚。好啊，係喎，係啊，好，咁我哋上岸啦，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